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超级篮球联赛 SBL 的球星吴桂颖涉嫌配合着地下组仔头拍假球，甲你嘛落赌签缴，这相关的风波还有后续。就是台湾美女英风混排球员叫做罗金峰，家伊球队承认咯，讲旧年伊嘛有落赌来签缴，啊球队嘛随甲伊解约咯。罗金峰之所以会承认，是因为伊咧讨论搅盘的过程中，互伊迄个啦啦队的情侣朋友用手机甲录音，即摆录音档嘛现光，罗金峰想要杀嘛杀袂掉咯。啊，罗金峰所属的 T1 篮球联盟、甲中华篮球协会拢讲，会赶紧来召开纪律委员会来处理。最高检推出着反贿选3道影片，找来T1联盟代表英风混霸队的罗金峰，运动员健康形象，佮有大字检查选举搅盘字，验过即摆煞提早落架。今仔日透早8点外，罗金峰公布伫 Instagram 一个面册顶悬来发文章，乌底白字写下失礼，针对牵涉到签缴非常的歹势，验过互伊担头认错的竟然是有关键的录音档。来源就是伊情侣朋友啦啦队的成员陈罪，双方发文章互相呛声，牵涉到拔脚的录音档也被公布。那你明知道丑版不能碰，你为什么要碰？我自己也知道不能碰，所以我就慢慢在收手了。已经收到剩一个，我这个已经慢慢收了，你不能一开始给人家全部都退掉啊。罗金峰伫讨论搅盘过程，落互情侣朋友用手机录音，相关的录音档真多，加上对话真清楚，根本不是在讲耍笑，所以罗金峰是有嘴讲无话。冷面杀手罗振峰，去年8月，提早和混霸队签下4年1200万的合约，即卖去互解约。因为罗金峰伫昨日新任，去年捌伫 SBL 如龙篮球队的赛事期间落赌，T1联盟将会召开重大事件决策委员会调查。中华篮球协会嘛讲会注意代志发展，赶紧召开纪律委员会，只要牵涉到拔脚，拢会用同款的态度，以相关的标准来处理。当初就会赢球嘛，这是最基本的。这件篮球拍假球签缴的案件继续摊烧，无妨公布的录音档牵涉到真济人，无排除也有其他人涉嫌拔脚，检警会用上紧的速度约谈问话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